離開大理前最後一個景點，洱海 S 灣吉普車花海打卡，大理古城漫步。大理古城，離開大理前往麗江。我们这边当官人们呢就住在山脚下岸，为不有靠山做生意的人就住在洱海。为什么住在洱海边？洱海边水多暗，财源滚滚安。好凍嚟啊！攞褸喎！呢條街幾有特色。大理古城遊客中心，35蚊一位。呢個大理古城牆。呢個城牆。全部塊鋼石嚟喎。文獻名邦。但你有没有看过《西游记》？我女儿过的国门就是这里拍的。哦，女兒國啊！大理古城。但入咗嚟啊！嗰度有個係咪觀音啊？好多人。睇啲船頭咯。鮮火啊！好墟冚啊！依家9點幾，咁早咁多人。哇！好靚啊啲手工，好濃色。好靚啊呢個嘢。落雨啊！大理真係好趕啊！一陣太陽一陣雨，話落就落嗰啲雨。復興路國風市集，好靚喎！裡面好似廣場度有個。元帥府喎，總統兵馬大元帥府。留戀六部馬幫五華樓大理古城嘅五華樓，上去望下先。你看好惯了。上望下先。成個古城望晒，大理古城五華樓，好靚。大理國在網頁的迎賓樓，接待賓客的地方啊，抓緊時間。大理個斷望嘢。大理國的國都接請賓客的地方啊，睇見唔見得斷望嘢先？幾墟冚。往前走，美女們，往前走啊！不要走到通道了。往前走，不要在你们。平交。平交。对。放不下。喂，下邊靚啲喎。
應該下晝嚟呢度啊。下邊影好靚喎。花好靚，盆栽，仙人掌。呢邊有個金塔。抓紧时间啊，先生女士，按你国的迎宾额，接待宾客的地方啊，抓紧时间，也可以参观啊纪念馆，免费参观，免费开放啊，里面我这边进了几位女士先生，里面大殿可以参观啊迎宾额，免费参观。分流。浮雕，幾靚嘅盆栽，咩花嚟嘅啲，好得意。啲肉花啊，好似啲膠咁啊，摸落去啲質感。四個門口，四面都係門口。花好靚。啊！又開太陽啦，落咗陣雨。一陣間落雨，一陣間出太陽，好得意。呢係間小學喎，大理小一，入邊有學生。先頭姐啊！好靚，純手工製作，子承古學，好冇？手工表演啊！子承古學。雲南提督府啊，元帥府，大理古城元帥府啊，復興路國風市集，入下先。哇，好多嘢食啊！哇，全部小食喎，蒼山茶酒線。好靜喎呢邊，冇人。仙人掌特飲喎，幾得意喎！中杯18，大杯20。我記得。唔知咩味咧？有檸檬味。點清早汁。呢個鹹鹹地喎。檸檬味重啲。係啊，檸檬味我叫佢多啲，我叫佢多啲。重到啊！好得，好靚呢隻貓，好靚啊呢度。呢間咩嚟㗎？茶樓啊？哇！呢度幾靚喎。蛇展啊！呢個是不是蒼山啦？哦，呢個蒼山啊，蒼山普古城。鮮花餅，5個唔同味道。喂，唔係嘛？100蚊15盒。哦，每一個都唔同顏色嘅喎，一盒有5個，5種花。紫色。你呢個玫瑰花？其實全部都玫瑰嘅。唔同啊！成個城門上面有個佛喺度啊，六朝名刀。8至12世紀，東南亞第一大古都。而家行側門出返嚟。
雲南寶利，一正唔正？嗰次我去台灣咧，買咗啲烏龍啊烏龍茶，都幾貴嘅嗰陣時買，我都冇飲到。排毒清理腸道的一個效果。排毒，5人私人旅行團，而家食第2餐嘅團餐，午餐。上2樓，哇，包場喎！咩嚟㗎？倒下去的。嗰個冷麵啊！應該係倒落去，俾晒啦。俾晒嘛？似樣喎！你冇買茶葉都咁好餸，幾多餸啊？2、4、6個餸。薯仔啊！薯仔炒肉啊？燒牛肉啊？炒蛋。炒蛋。呢個菜。呢個菜。呢個冷麵。撈麵。呢個菜。哇，這個是什麼啊？這個是什麼？這是我們大理的魚海酸辣魚。魚啊！哇，酸辣魚啊！下飯啦！大理特色菜，幾似樣喎？有啲薯仔先。呢度有小豬。哇！呢度都有撈起啊！撈起啊！小豬，撈起。邊個碗你啊？呢個撈菜角。啊，凍好食啲喎！依家去麗江古城，一陣太陽一陣雨，因為依家好大雨。呢5日嘅行程都係坐呢架6人車，頭先仲好大雨，依家又有太陽。依家坐呢架吉寶車 S 灣，又陰天啊！S 灣旅拍啊！一塊好多花。哦，啲吉寶車。哦。咱們現在的話是先進去裡面找咱們的專業攝影師幫大家拍照，咱們完以後的話是乘坐警車去海邊，這個也是免費的啊。然後等會咱們的話是先去拍照，照片拍完以後啊，大家往我房子方向停車的話，會把警衛送到海邊。到了海邊以後，咱們的話就自由自主拍照啊。記住啊，海邊沒有攝影師跟拍，全部都是咱們自由活動。啊，好多花。啊，呢千秋幾靚，有好多吉寶車。自由活動，不想在花海裡面自由活動的，咱們可以直接乘坐警車去海邊了啊。嚟快啲！中意點就點。我們啊，天空之鏡啊！呢個免費行程包埋，影清天空之鏡啊！好。唉，影埋啦，影埋啦。咁快，真係快，打針啊！萬佛朝宗，指天篤地。哇，犀利！哇！呢2個就係我哋啲團友，唔生唔睇。趴下來。哇，唔生過嚟呢邊，呢邊好靚啊！黎明咁啊！黎明。
啲等到甩肺嘅吉普車出去怡海 S 灣。好車。呢度。我入邊啲有一架。都有約我哋幾點啊？2點半，2點半，2:30。即係2:4要翻嚟。2:4。哇！呢邊都靚喎。啊，桃花島啊！見唔見到黃蓉啊？我真係桃花喎，幾靚！白族村莊喺正怡海嘅海邊，行出去怡海海邊。怡海海邊啊嘛，呢度係咪 S 灣啊？係咪喺邊個影嘢嗰度啊？係咪阿長嘅嗰度啊？應該係啩？係啊，有單車租啊！哇，紫端係靚啊！真係呢度嚟㗎 ，S 灣。呢度咩？S 灣。有幾古老嘅車。依家入緊麗江，我哋就坐呢架5人車啦。今日已經經過咗春夏秋冬啦，依家曬死，啱啱落完大雨，今朝又凍到死，頭先係熱到死，依家喺度凍，開始要着翻褸。啊買嘢啊？買咩嘢啊？松子餅啊？係啊，松子餅幾好食。好味㗎。買幾多盒啊？1盒，5盒。呢度就50蚊，6盒。好抵喎！如果1盒就15蚊。好抵喎！係啦，唔使啦。我覺得幾好食喎。咪有一半係玫瑰，沒有，一般是玫瑰，一般沒有。
没有。里面是这个松子和这个鲜花一起做出哦来的。唔知啊，它里面的成分是呢只唔知咩味，啊幾好食喎！哇！你唔俾佢食，搖尾啊！係啦，唔好要佢啦，走啦走。第三公麗江機場呢邊，前面啊，見到玉龍雪山，指俾我睇下啦。就前面車頭玻璃咯。我们这边房子最高的话，一般都是9到6楼。目的地的话是为了保护我们的旅游城市，做了会议，立晒族，派姐妹围城啊。嗱幾清楚。雪山就是我们的玉龍雪山了啊，我们理想的直望啊玉龍雪山啊，幾清楚。那个是雪啊，見到看。所以我們這邊晚上會冷一點，晚上多穿一點啊。呢條玉雪大道。哦，呢間酒店啊。望到玉龍雪山呢邊，打到門好大風，涼浸浸。哇！呢啲係咪象形文字啊？公仔老鼠，係咯，公仔老鼠、牛、羊、人。真係嗱，有杯，嗰隻咩嚟㗎？嗰隻有樹。好啦嗱，有煲緊滾水。419，哇！即刻開冷氣，哇！好靚啊！哇！七彩啊！誒，呢度好喎，嗱，分開沖涼，分開廁所啦。唉，呢度好啊。呢度俾翻正面先，張床好細。睇翻正面先。但好正喎，3張單人床。即係俾隻男啫。